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Estelle。你而家有冇發覺咧，越嚟越多人開始已經唔用 Google 去 search 嘢㗎啦，而係直接係問 AI 嘅。好多人都知道咧，過去10年咧，好多大嘅品牌已經係做緊 SEO 㗎啦。SEO 係搜索引擎優化，做嘅嘢就係令到你嘅品牌、你嘅公司點樣喺 Google 上面俾人哋揾到。而隨住 AI 時代嘅崛起，越嚟越多人咧都係用 AI 去問問題嘅。有冇諗過咧？如果你嘅品牌 AI 喺回答問題嘅時候，佢唔識去選擇你嘅話咧，究竟你嘅品牌喺 AI 世界裏邊仲可唔可以俾人睇到呢？而 AI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ptimization 佢做緊嘅嘢就係我點樣令到我個內容令到 AI 可以理解我嘅品牌，從而將我引用出去，最後係可以令到所有嘅 traffic 係由 AI 嘅 platform 去進入嘅呢。下一個時代其實就係 AIO。10年前我哋講緊用 SEO 點樣去堆砌我哋嘅 ranking，等用戶可以 search 我哋。喺 AI 主導嘅時代下，你嘅品牌、你嘅公司被 AI 揀中，係比起你喺 Google 被 search 到係更重要。我係 Estelle， 我而家淨係度 define 緊咩係 AIO，等我帶你入去 AI 嘅時代，一個全新嘅行銷入口。